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胡适走势可以说是彻底没戏了。A 股三大指数今日震荡整理，截至收盘，沪指涨 0.05%， 收报3350点；深成指涨 0.09%， 收报10513点。创业板指数涨 0.13%， 这个沪指尾盘还靠金融股、银行股这个中字头的拉了一波，否则还要跌。也就这样，还是有无形的手在操控，收了一个不涨又没跌。但是我一直说的，成交量骗不了人。今天两市成交量只有9745亿，终于到了1万亿以下。这个9745亿是这50个交易日以来首次，就是再一次跌破万亿。上一次是9600多亿，也就是明天后天很有可能成交量就要创新低。今天是第一次跌破万亿，这个成交量就是最近如果连续3天都是在万亿成交量以下，那就基本上宣告反弹结束了。所以就看明天后天会不会反弹，会不会放量反弹。今天比昨天缩量将近1600亿，这个成交量为什么说骗不了人？它反映的就是这个资金在里面的活跃程度。你想象一下，现在一个赌场，这赌客啊进去之后只观望不下注，在这里转一圈就走了，甚至连筹码都不换。你说这赌场还能搞得好吗？这个什么六小龙，什么哪吒，是不是感觉热闹劲过去了？现在越来越多的质疑的声音，有很多投资人说你这个怎么变现？当然有很多人还反驳说科技股本来就是这样，我们看好这个人形机器人。但是首先一个真正的人形机器人指数科技它又没上市，也就是胡适里面现在有哪家企业说是人形机器人？没有。拿这个概念蹭流量都能蹭成这样，接下来就要进入业绩密集发布的时候，这些垃圾股马上就要现出原形。所以这些聪明的资金，这些比较精明的散户早就出来观望了。关于过完年以来，胡适有2个题材就是突然让人眼前一亮，除了六小龙之外，科技股还有一个就是哪吒。这个不能否认，哪吒的票房从他一个电影来说那是创纪录，非常厉害。但是对我们的整个的电影产业、影视行业，哪吒一骑绝尘，根本就救不了这个颓败的影视行业。中国电影终于露出了它残败不堪的样子。在过去的2周，不管是积压许久的平原上的摩西，还是怒水溪流，还是备受期待的想飞的女孩，以及看起来稳赢的天堂旅行团，这4部电影都迎来了全方位的惨败，给人感觉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哪吒火了，千千万万个这个其他的影视电影都歇菜了。说口碑评分没有一部超过6分的，而这4部电影票房没有一个超过1亿的。哪吒一个人就100多亿，150亿还是160亿啊？这4部电影没有一部超过1亿。那更有稀奇的，大家往前数，除了春节档外，整个第1季度内地院线上映了62部国产片，也不是一个哪吒呀。第1季度一共上映了62部国产片，其中票房最高的为《你的身影》7664万，这个肯定回本无望。票房最低的叫《云上法官》，说票房只有20块，我也不知道这怎么统计的。一部电影票房只有20块，比司马南老师电影《众家之外》还是《重家之外》啊，都低得多。人司马南老师好歹还有100多万，你刨掉他自己请客的，那怎么着几十万还是有的吧？你说一个《云上法官》票房只有20块，这个片子这个成本怎么着得2个亿吧？这烧的是谁的钱呢？所以一将功成万骨枯，指的就是哪吒。电影人不仅不感谢哪吒，反而觉得是哪吒吸干了大盘。所以这个电影行业的惨状，你把哪吒去掉之后，它的惨状比那口罩期间还要惨。那么请问电影行业复苏了吗？电影行业好起来了吗？我想科技股也差不多。所以资金他们是聪明的，因为他要自己买单，所以炒着人家立马就跳出来开始观望，大家都在等，都不愿意动手，所以成交量它就持续的萎缩，没有方向，没有热点，主要是没有持续的热点，因为都是炒概念，经不起这个业绩的检验，所以大家不能无限制的炒，看谁跑得快，也就是等着击鼓传花，鼓声一落，你跑了，你算是赢家。但是咱们这个胡适，他传的不是花，他传的是手雷刺激。如果连续3个交易日在万亿以下，这些
坚守在虎市里的散户，赶紧醒醒吧！现在跑还有机会。再看这个界面新闻报道说，外资机构再看多中国资产，机构称 AI 将继续推高中国股票估值。4月2日，界面新闻了解到，德意志银行集团私人银行部首席投资官办公室近日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在蓬勃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正在成为推动中国股市上扬的重要力量。中国科技板块的估值远低于美国科技板块，市销率为美国科技板块的 33%， 市盈率为 83%， 为投资者提供了颇具吸引力的买入机会。德意志银行认为，中国股市的估值与全球其他市场相比仍处在低位，预计海外长期资金流入市场将进一步支撑市场的反弹。你说把虎市的科技股和美国的科技股相比，我觉得这个不地道。那美国的科技股七朵金花，各个基金能力，各个赚的是盆满钵满呢。虎市哪个科技股可以与之相媲美？虎市能找到像苹果这样的企业吗？能找到像这个英伟达这样的企业吗？除了炒概念还有什么呢？对吧？这些唱多的外资机构能不能把自己的仓位晒一晒？是实盘还是模拟盘？一边说这个加码中国资产，看好中国资产，一边连模拟盘都不敢满仓，你这不就是忽悠别人吗？我们再看这个虎市的奇葩。前2天咱们节目介绍了虎市的一家钢铁企业叫鞍钢股份，也是巨亏。今日经济新闻转发这个界面新闻的报道说，一上市公司亏71亿，董事长薪酬涨超80%，也就是公司亏损71个亿，但是这个董事长的薪酬还涨了80%。你说，就问你服不服？说鞍钢股份近日发布公告称，202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51亿元，同比下降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亏损71亿元，同比下降119%。该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7.87亿，也就是现金流越来越少，同比减少148%，一年搞下来，他手上现金还少了将近8个亿，亏了71个亿。你说这么搞下去，这企业不就差不多了吗？土罐里养乌龟，越养越缩。你按道理来说，得入业绩大幅亏损。这个鞍钢股份表示说，去年钢铁行业弱势行情进一步加剧，钢铁主业整体亏损，受钢铁行业下游需求持续不振、弱周期、低景气度影响，供销两端市场价差快速收窄，公司盈利空间受到进一步压缩。没关系，这都是整个钢铁行业都差不多，因为受房地产低迷的影响，确实亏损恐怕也是在所难免。但是作为这个应该是央企，你这么巨亏，那董事长那高管的工资是不是相应的下降才对？但是在鞍钢股份巨亏的同时，其董事长薪酬却大涨超80%。年报显示，2024年该公司董事长王军的薪酬为44.58万元，比上一年的24.09万元上涨85%。这是表彰他干得好呢，还是什么意思啊？企业巨亏，董事长加薪，这个就是管理大头的好处。为什么司马南老师对吧，心心念念的对吧，要搞集体，他自己个人该交的税他不交，应该交给大头他不交，完了他还要希望大家把钱交到大头那儿，他来管，就管得好管得坏，反正他跟那个基金经理是一样的，管他管得好坏，反正他年薪100万，年薪200万。司马南老师那工资是不是那年年涨？大头是不是在缩水？是不是赔钱了？不重要。你像私人企业，比如这个上市公司是私人老板的，一年亏成这样，他可能给你加薪吗？他就只能减薪裁员。但是干得好，他会给你加薪，反正是他的钱，他是老板，他有权利给你加，是他个人财产，或者说他占大头嘛，他有权利给你加。但是一旦这个公司赔钱，他一定会减薪、降薪、裁员，要降本增效。你看，只有这种大头的企业，他才会反其道行之。公司亏得一塌糊涂，董事长还加薪，自己给自己加吗？董事长一般他管这个薪酬委员会，这个董事长的薪酬谁定的？这薪酬委员会是谁呢？就是几个董事，一个独立董事或者2个独立董事，加上其他的2个董事，就成立一个叫薪酬委员会。董事长再过去做工作，一致同意给董事长加薪80%。为什么？因为这个财产是谁的不知道，反正是头的，大头是谁的？是全体老百姓的，反正也不是谁哪个人的。薇薇老师、司马南老师心心念念的就要这么玩，怎么搞得好？还做梦想着牛市。最近这个虎市不怎么涨，喊牛市，喊慢牛，
喊无量牛的生意越来越弱了。你看前几天稍微一涨，马上牛市已经到了，这个慢牛趋势已经确立，什么再不上车就晚了。就赌徒他从来不看基本面，他只看一厢情愿。我们再看看这个胡一静老师，最近小米苏7交通事故在网上引起热论，我看了胡一静老师也发了好几篇微博进行评论，但是总体上看，胡一静老师是在为小米苏7在洗地。这个不得不说，胡一静老师说啊，一辆小米苏7发生严重事故，致3人死亡，这个悲剧引起极大震动。关键是汽车是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工作的情况下出事的，这对公众认识智能驾驶的性质提供了血的案例。小米的苏7是很不错的车型，受到广泛追捧，绝不因出了这次事故就否定整个 SU7 这个车型，更不能对中国电车事业的发展产生怀疑。我们应当做的是更加清醒地确认智能驾驶技术发展到目前的成绩以及不完善和局限性，千万不能把智能驾驶这个模糊概念错当成我们通常以为的自动驾驶。各个厂家也不应就智能驾驶的宣传打擦边球，误导公众以为智能驾驶就是自动驾驶，使得有人驾车时把自己的安全完全托付给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智驾技术。胡一静老师这个评论，你读完之后，你总感觉哪儿不对劲。我相信很多网友都有这感觉。咱们也确信胡一静老师很可能在雕盘，但是他雕的比较隐蔽。在他这么长的评论里面，他有为3个如花似玉的这个女孩子也香消玉殒，这么年轻，大学还没毕业，在车上活活被烧死。你看，就是说整个评论里面没有体现出一点人文关怀，没有看到胡一静老师说从遇难者家属或者遇难者这个角度去看一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没有从个体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而他天然的从宏观的角度看，也就是宏大叙事。一出现这样的事故，他首先想到的是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不能遭到破坏，我们的辛辛苦苦的打下来什么智驾也不能遭到诋毁，小米汽车是不错的汽车，不能受此影响。也就是你看，在个体损失、个体的悲惨遭遇和集体，你看看，无论是小米，无论是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还是说智驾这个产业，它都是集体。那3个女孩是个体，也就是个体的牺牲并不关心，他只关心这个集体，所以它就叫宏大叙事啊。而我们网友生气，一般都是从个体角度出发，我们叫感同身受，就我们会把自己带入受害者。受害者啊，他是无助的，他是弱势群体。即便面对小米那3个遇难者家属，那都是属于弱势群体啊。如果不是网友在网上发声，那你说这3个家属他能干什么？只能跟小米去打官司。那小米人家有强大的法务部，就等着你来打官司。那无非就这样，咱们有法律，咱是法治，那打吗？雷军会在3天以后会出来回应吗？不会的。你看这胡一静老师，他是一种本能的训练，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熏陶，他基本上已经失去人性了。所以说他遇到这种问题，第一反应是我们的新能源产业不能因为受到损失。宏大叙事就是这种从婆罗门的角度去看问题。至于你那个3个女孩，这不重要，人固有一死，怕什么呢？而且他自己还有责任。你看胡一静老师下面还说了啊，把责任一指向这3个女孩，也就是指向这个驾驶员。看他这么说的，他说从小米公布的苏7事故记录看，它发生在夜晚的高速公路上，最早记录到车速是116公里每小时，后来 NOA 就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提示驾驶员要注意安全，但驾驶员也许没有高度重视，对 NOA 给予了过高信任，这些都是猜测。直到 NOA 发出前方有障碍的警告，到驾驶者接管驾驶，再到撞上障碍物，一共只有大约2秒钟。最终的速度记录是97公里每小时，2秒钟内人类所能做出的反应也就是这样了。这让人怀疑驾驶者可能把辅助驾驶当成了自动驾驶。你看看，还在往这个驾驶员身上推责任呢，往死者身上推责任。连雷军都不敢这么说，小米也不敢这么说，但是我们的胡一静老师敢这么说。他说，而他的误解很可能与各车企长期所做的擦边宣传有关，
否则的话，谁会在100多公里的速度上把手完全离开方向盘，拿自己和同车人的生命安全做赌注呢？虽然胡锦老师也说了啊，这个都是新能源汽车车企过度营销、过度宣传有关系，但是他在这个事故还没有出整个的就是交通事故鉴定报告之前，就官方还没认定这到底怎么回事，他就猜测是这个女孩责任在他。那责任在他是因为他受误导，过度营销的误导。实际上要说清楚，这个时候官方的责任认定报告还没出的时候，你不能说女孩这驾驶员出了问题。第二个还有个关键的问题，胡锦老师又忽略了。第一个，碰撞起火，97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撞到水泥灯，是不是必然会起火？跟电池有没有关系？跟新能源汽车有没有关系？油车会不会起火？第二个，门打不开，车门锁死，不要说打开，从外面它也打不开，也就是外面打不开，导致路人经过的人施救，它造成障碍。有很多人说新能源汽车门把手在哪儿？你摁一下它就能开。在万分紧急、争分夺秒的情况下，你怎么保证一个路过的人他对你小米新能源汽车熟悉？每个厂商设计的门把手都不一样，解锁方式都不一样，开门的方式也不一样，五花八门。除了车主知道，你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一个反人性的设计，它不像那个机械门把手，小孩都知道伸手就抓，一抓一拉就开。新能源汽车的门把手，尤其是外面的把手，它是个反人性的设计啊！就你还得知道它怎么开，你得学习。你说谁有空把这几万种车型这个学一遍？这不是有病吗？我一直说，新能源汽车它把它研发费用全部浪费在这种上面，花里胡哨，并没有花在那个安全上面。你开的是比亚迪的新能源车，估计你是不知道其他的品牌门把手开关在哪里，怎么开。何况还有很多人开油车的，他就不开新能源汽车。有很多人对这一点他不了解，他理解不了。我以前做移动互联网运营，我对这个是有这个体会。我们设计的产品，你只要多一道操作步骤，每多一道操作步骤，用户少一半。就是你的操作步骤一定非常明了，而且一定要符合这个用户的心理特征。就是你知道他下一步他点哪儿，所以你一定要把按钮就设在哪儿，要顺着用户的操作习惯，而不是去培养他、教他说你必须点这儿，你不点这儿，你下面没有了，用户他就不点，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你的设计，只要你多加一个按钮，你的用户就少一半。我为什么说隐藏式门把手这种开门会给这个造成很大的障碍，就是这个。何况你还打不开，断电了之后从外面打不开。胡锦老师把这些都忽略了，他把这个简单的归类于智驾，这个女司机对智驾的误解。虽然厂商有过度营销之嫌，但是还是女司机对智驾的误解，过于信任智驾导致了悲剧。所以我觉得啊，胡锦老师作为一个媒体人这么评论是非常不严谨，这是往轻的说叫不严谨，往重的说就是没有人性。我想我作为一个自媒体人，也不是专业训练过的这个是媒体人，我都知道这个时候你不能往人家遇难者家属身上就刀口上再捅刀子，这个伤口上撒盐。你打的旗号是什么？宏大叙事，不能对新能源汽车产业，不能对什么智驾，不能对小米有什么怀疑。关于雷军，他不是回应了吗？胡锦老师他也发了个评论，说雷军回应小米苏七事故了，说小米公司也针对大家的疑问逐条做了最新回应，这样的态度值得点赞。你看，也就是小米雷军做什么，胡锦老师都是雕盘，都是点赞，给人感觉是不是那种胡锦老师身上特有的一切都是刚刚好，谢谢感恩。这是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只要官方有回应，马上一切都是刚刚好，再来一个感激。我为什么说胡锦老师他失去了基本的人性？因为遇难者家属人家已经回应了。澎湃新闻报道说，苏七事故遇难者家属回应雷军，说鲜活生命已经离世，车企应当对悲剧有足够的敬畏之心。这个小米苏七事故遇难者之一罗某的父亲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说鲜活的生命已经离世了，希望公司能给我们一个更详细的说法。我们再看这个美的的车企特斯拉，这个新浪科技报道说，特斯拉官微称造车首要原则是安全。近日，特斯拉公司副总裁陶林在微博发文称，大家决定买车的时候最关心的因素是什么？颜值、价格还是品牌？对于特斯拉来说，我们造车的首要原则永远是安全。陶林称，安全不仅是保护驾驶员，还要保护车内乘客、行人和其他交通参与者。除了碰撞后被动安全，特斯拉主动安全能力也避免了大量事故的发生。从硬件到软件，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特斯拉
都只和物理学极限做比较，愿所有人都能安全驾驶，平安回家。你看看，所以我以前在节目里面说啊，你要买新能源汽车，你就买特斯拉。为什么呢？你要买了特斯拉，你一旦出了问题，好维权，全国人民都帮你。特斯拉他也不敢去72小时都不回应，想让事情自己冷下去。如果特斯拉是这种态度，你说全国人民不把他骂得狗血喷头，谁敢替特斯拉说话呀？胡锡进老师会替特斯拉说话吗？你看，你买了国产新能源汽车，出了事情，胡锡进老师马上就开始以保护新能源汽车，对吧？这个行业，以保护智驾这个产业，以保护企业为名，你看看有多少人是这么干的？最后我还要说一下，新能源汽车出事也比较多，新能源汽车一撞就起火就烧死人，这个也不少，媒体也报道过。但是要么被公关掉了，要么就是被迫你不敢提这个品牌的名字。但是这次为什么唯独小米的事情闹这么大呢？这一次不仅有人在群里面传，为什么3天以后才爆发？就因为这中间大家也懂的，各个平台都在删帖子、删视频，限制关注、限制传播，直到有正规媒体报道。最先报道的是南方都市报，他率先揭开了这个事件的面纱。南方都市报之后，紧接着是河南的大河报再次报道，又添了把火。所以这个事情在网络上才一下爆发出来，想公关想压也压不住了。我希望以后所有的新能源汽车只要有事故都应该这么报道，不要去遮掩、掩盖、捂盖子。你只有这样报道，才会让消费者对你新能源汽车有个全面了解，才知道你是不是过度营销，才知道你这个新能源汽车缺点在什么地方，这样最大的可能避免悲剧的发生。以前只能说好，只是宣传好的，让那些年轻的消费者他忽略了危险，他只想着你这个车的好、酷、炫、速度快、加速快、自动驾驶，而且他设计各种名词非常高大上，就让大家觉得你这个好就是安全。所以我觉得全社会对小米这个事情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以此为契机，尽量避免以后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